实咧，对这个代志，就是讲你看清，啊，就讲其实长期以来，这个重新来按你处理家己家己心态，咱调整过来。因为咱做侪歹事咧，这样代志人无法做，我讲啦。你看到了我你做啊，看到了我你做啊，你讲我龙我做我代志，就你因为其实咧搞爱查清嘛吼。较早我你在帮伊做好，来，伊来讲来，动你怎看搞，已经有黄，有搞爱搞了哦，搞了你的空下当中是动物一样，你在搞呀啦，哎，是嘛嘛，你我是啊嘛，啊啦，你在搞了这两张奇怪啊，你去你家，我要把它放进去，老师都照的哇，伊都可以理解。所以咱人啊，前日你快要，就是做大意的做这个物件，做大意的做这代志，所以才讲了，第二点，下不为不甘之下。